继续来看台北市信义区一间幼稚园，园长的后生涉嫌偷袭、性侵小女童，定惊社会。有几来民意代表质疑台北市政府老早伫个民国111年就会当来介入，煞拖1年。教育局讲，当时接到通报，有马上来处理，但是查无证据。今仔日，民进党的立委吴派义，搁来指控台北市教育局篡改调查监视器的关键时间。教育局是驳回讲，当时是写唔对去，即届来做修正。为什么知道躲过监视器，所有事情都没有责任？加上园长又是他妈妈，包庇。才会有这么多600部的影片的出现。看到镜头，搁怎样探秘？当时这位幼稚园老师也无够保完证照，落尾敢若就是这关键的监视器无翕到伊犯罪画片，才互这位低个老师继续侵犯查某囡仔。小孩就告诉他，有一个哥哥会去摸他尿尿的地方。看到这个电话的通报记录，教育局难道不会汗颜吗？但柯文哲的教育局除了去调监视器画面之外，就没有启动任何的调查。信义区幼儿园性侵案啊，说在您任内发生，是您没有任何作为，所以。伊的招牌动作了头壳一句话都唔讲。2020年7月、12月2摆案发，拢伫咧瓜市府林内。若时任副市长黄珊珊虽然讲家己年中就已经离职，不过民进党也料，实际上伊8月2日才正式辞职。还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他那时候忙着要选举，忙着要接班柯文哲，然后他到现在。还在推卸责任。专案真侪疑点，案发曝开了后，这个低个老师阁继续到1年的时间。民进党嘛问，告保条例通过，会当叫这位低个老师登去食家鸡，蒋市府同款无任何动静。亲自上路，你绝对就有非常充分的法律武器了，你就可以把已经有案件涉入的教保人员调离现职了。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呢？民进党立委吴派义是指控北市教育局将新闻课调阅监视器时间偷改做提早1年，不过教育局驳回当年是判唔到离婚，即摆引用案情作出修正。北市府嘛考虑到底是想在这1年时间拢点点来怪我们民意代表说是我不够认真的监督蒋市长，让他这么无能，让他这么失职吗？蒋万安市长现在他就是一个卑鄙市长、宝宝市长，而且是一个坏宝宝。牵涉家长两件市府是倒一针无顶针处理好这件代志，大家拢等着看。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